考进高雄医学院要读7年，在这个7年的第1年、第2年，都是一个通识课程。那通识课程呢，我觉得对我来讲，有些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兴趣，所以常常逃学逃课，所以是一个非常不用功的一个学生，所以成绩非常的差哈。但是我们逃学逃课去做什么事情呢？不是去赌博啦，或是游玩，而是去看课外读物了。那戒严时期，我们去看一些反抗运动的书啦，还看历史的，还看文学的、哲学的，甚至看逻辑的书。所以这样的充实我们自己。那时候我们根本不是说，我为了要充实自己才读这些书，自然而然的就会被那些书吸引，一开放的世界，然后一个是一个更广泛的一个心灵的地图。所以我后来也觉得说，会逃学的医学院的学生，后来一定是好医生了。会逃课的学生是一个蛮有帮忙的学生的，是这样，感觉是这样。那后来我回到高雄当医生的时候，那我就看到高雄的情况，就是那王冠教授所讲的，那时候就是整个空气就是没有看到天空的白云了，一直常常闻到有臭味，然后噪音啦，然后没有绿地啦，一片的荒芜啊，这样子。所以这样的高雄呢，不适合人居住的高雄。亚种高雄呢，对于人的健康有伤害啦，有模式合人来黑啦，有侵犯到人的生存的权利啊。所以讲，我以下里面就讲，亚种东西对于做事来讲用来使的批判你啦，批判亚的东西，因为有批判有了解，所以那有行通啊。也到是做行通的文本，等于做沙批的改革然后，可是里面呢，那么有做沙批运动的一个念头啦，念头出来去，因为做组织啦，做组织各种同各种共下做组织，成立马国的社团啦，包括政治社团也都成立啊，建不建国的蓝社这样都成立了，所以是因为你了解批判有深入了解，那有行动才有行动。如果你都不了解，你就没有行动，没有那个动力，力量嘛。所以讲要的东西呢，有的人讲你去做沙批运动，你去做社会运动，那你就从文学的国度里面逃走，再也回不来了，你没回来。但是实际上，我的感觉是，社会运动，还有你去关心你的社会，你关心你的国家，你关心你每一代未来的时代的未来要的东西，那么把你的人变做一个真正的诗人，一个成熟的诗人，这样。所以我那时候有人批评说，社会运动工作者以后绝对200论文写好的诗写不好诗但是其实你看全世界伟大的作家，他们都是一个反抗运动者，就是站出来街头里面对抗强权，对抗不公不义要的等于伟大的文学家都是这样养成的，所以我们不要被误解了，不要被欺骗了。